宣布崩坏德黑兰地下协务总部，另外伊朗已经选出接班人，也就是哈米尼的后生穆吉塔巴。台南咸水蜂仔炮声超过60万人来参加，不过嘛因为人客人 AA 定定起冲突，警方已经把惹代志的人带回去侦办。中东局势和股市大震动，日经指数55000点走无调，韩国也跌超过8%，暂停交易。咱台股盘中是跌到33000点以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中岛新闻，我是麦尚莹。上新的消息，这中东局势呢，来看伊朗是讲已经控制荷姆兹海峡，有10多架油轮和飞弹甲崩掉。这条海峡呢是真重要的能源命脉。美国总统 Trump 是表示讲，在必要时会派美军来守护，为这油轮运输来提供一个保险。也那目前这国际油价一桶呢已经来到美金74块半。有分析师是认为讲，未来有可能会搁再。伊朗对荷姆兹海峡采取军事控制来报复美伊联军的攻击轰炸。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表示，荷姆兹海峡至少有10多架油船和飞弹牵着，已经经过足一摆，荷姆兹海峡无安全，而且佮讲这个海峡已经完全予伊朗的军方控制。荷姆兹海峡在全球大概20派油气运输，因为战事和能源计数还佮运输成本起哩。第二初三，纽约商业交易所油价起4.7%。起价一桶就要美金74.56块。伫咧纽约市一家加油站，有一寡驾驶嘛已经注意到油钱已經起哩。There's not much I could do. I still have to come. 分析师表示，油价起价这么凶，是因为市场出现波动，当出现紧张的局势，市场的反应就会特别大，尤其是发生伫石油真济中东地区。20 to 55 cents per gallon in the coming days, maybe in the next week or two, provided we don't see any de-escalation in the ongoing conflict in Iran. We're not going to have really a supply issue in America. We make too much in-house domestically ourselves. What we're looking at just simply is that volatility being factored into the price point overall of crude oil and wholesale gasoline. 美国总统 Trump 初三伫咧社群媒体大文讲，已经随下令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用合理的计价，甲所有破湾的海上贸易，尤其是能源运输，提供政治风险保险，还佫有财务安全的担保。若是有必要，美国海军嘛会赶紧保护油船经过荷姆兹海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以色列是宣布有成功崩坏一架德黑兰地下核武总部，而且呢，这高阶的指挥官嘛已经死亡。另外，这德黑兰南部的专家会议大楼也受到空袭。也毋过，即马是风声，这伊朗的专家会议呢已经有一个结果啊，因是来选出新的接班人，也就是哈米尼的后生穆吉塔巴。美国甲以色列发动的苏西诺火甲险化西港的行动，造成伊朗至少787个人死亡。以色列境内有超过10个人互飞弹拍到来过身。初三，以色列发布一段影片，讲因攻击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以色列伫声明当中，佮表示，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毁掉大约300个伊朗的飞弹发射器。另外，一打去年6月12日战争了后，互偷偷刷起首都德黑兰地下核武器总部，也互以色列毁掉。 לפני מספר שעות, צה"ל תקף והשמיד את מפקדת הגרעין החשאית מין זדאי. כעת ניתן לראות על המסך את המפקדה, ממוקמת בחלקה מתחת לאדמה בעיר טהרן. 根据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简报，以色列已经强迫控制规个伊朗的空域，因那这款的空中优势，互以色列通监控伊朗地面所有的活动。因那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减弱伊朗的军力，互伊朗袂当阁发展核武器甲飞弹，袂阁有恐怖基础设施。 黎巴嫩也进一步加入这场中东战争，以色列除了向黎南派部队，也针对南部的港口城市西顿的伊斯兰集团总部发动空袭报复。这个集团是哈马斯甲真主党的盟友。几工落来，黎南大量的民众逃出家园，一旦看到车灯甲车路塌家甜甜甜。مشينا الساعة 3 بالليل. ولوين رايحين؟ بعد مش عارفين. 伊朗上悬的领袖哈米尼甲数十位高官方表示了后，伊朗方面当积极安排接班人。根据路透社引用伊朗的媒体报道，伫
伫德黑兰以南空市的专家会议大楼已经封空袭，规栋乌有去。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引用消息人士发布上新的消息，证实讲，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压力之下，专家会议已经做伙推选哈米尼的第二个后生穆吉塔巴接伊朗的上权领袖。56岁穆吉塔巴甲革命卫队的关系真好，并且以坚定支持老爸哈米尼硬斗的保守主义路线来出名。半岛电视台报道，进前川普已经表示，那伊朗接班人是另外一位对美国无友善的人，安尼会是上害的状况。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面对着即马这中东的局势，法国总统马克宏伊是来宣布调动帝国陆航空母舰的战斗群，随时去镇守地中海。这帝国陆呢是法国唯一一只航空母舰，即届中东的战争，法国是伫个阿布达比这基地马去互人甲击着。帝国陆号呢目前已经改变方向调去到地中海啊。共即个时阵，马克宏也来启动撤离机制，有40万的伫个中东地区的法国公民已经准备离境。另外来看，这阿联的机场甲海湾交通呢也同款，因为这个中东战争是规个安尼大拍架。目前这阿联机场呢是带条件咧恢复运转的，先互上万的旅客先来离开，在地也有这公寓的业者呢，甲这个空间先让互出来，互受到影响的人会当暂时免费大几日啊。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嘛无被认输，向真侪国的美军基地开始报复式的轰炸，造成中东的紧急局势一直欠悬，航班嘛规个乱起。这几天以来，中东地区已经取消上万架次的航班，世界上无用的航空中心杜拜机场嘛封闭得只好关起来。不过，就伫大规模的停飞了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机场伫初二是有限度的停客，少数航班会当恢复起降，互国道伫遮的旅客会当返去厝。In Dubai, it's been terrifying, to be honest. We've been hearing explosions, we've been seeing smoke, seeing missiles in the sky. 就算机场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但是90%的航班嘛是封闭在取消。旅客毋是跟大包小包伫机场在等，都是真做心死，在找大个所在。对这杜拜和阿布达比在基地做奢华公寓的业者，都甲有空的房间都免钱提供予受影响的旅客，而且佫呼吁讲，其他的公司嘛是同款会当像因安尼做。Была забав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как, видимо, сработало ПВО и как бы был след на небе, хлопок.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кунд просто на пляже сделали музыку погромче и продолжили отдыхать. 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几个重要海湾中心是连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之间的长程航线，尤其是对世界来的，有娶某含几个月大的红婴仔，一家伙3个人去巴基斯坦探亲，但煞无法度转机返去厝的英国公民，就急要找其他的替代方案，佫有无法度经过伊朗的空中，飞行机只好一直伫空中坐来坐去，一直到油拢无啊，佫转去卡达的首都杜海的西班牙航班。根据了解，当年差不多有几百万的印度和孟加拉的公民会对阿联转机去因做工课的地点，因为安尼因受到真严重的影响。另外，德国目前佫有至少3万的游客佫留伫遮。另外，意大利政府是采取包机的方式，甲127个公民撤离。另外，日本嘛已经甲5个公民暂时撤离去到约旦。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来看台湾，这今年的元宵节呢，台南咸水的蜂仔炮是拢总成超过60万人来参加，来感受到这炮仔的威力。这活动呢是有36个人受伤，加在是拢无介严重。不过嘛，因为这现场呢人是真侪，AA定定煞来起冲突。警方是表示讲有接到2件通报，目前已经把这了代志的人带回去侦办。警察甲民众真做伙，场面乱吵吵。元宵暝，台南咸水蜂仔炮放甲乒乒叫，请济民众来感受蜂仔炮的威力。虽望人吵，会当带动活动的气氛，不只个大家客来客去，也较够造成纠纷。昨暗有一群少年人因为人客人起冤家，造成冲突。远警随到现场压制，无互冲突变大。警方表示，包括食酒起冤家、甲人客人引起的相拍，拢总接到2件通报。落尾闹代志的人，全部拢带回派出所依法侦办。昨日盐水蜂炮民俗活动，民众酒后发生口角及推挤等2起事件，本分局即以现场优势警力迅速压制滋事民众，
将相关人员查缉到案，依法侦办。收救的蜂仔炮配上5规10式的高空烟火，连续2天的咸水蜂仔炮拢总成超过60万人来体验。警方除了要维持交通治安以外，也要注意民众的安全。根据台南市民政局的统计，今年的活动拢总有36个人受伤，其中有30人是去互蜂仔炮弹受伤的。所以很多是意外被射到，然后头部、手部在外面没有暴露、比较没有保护的地方，都容易被攻击到、被炸到的部分。病院表示，受伤的民众拢是轻伤，简单治疗就会当离开。警方表示，咸水蜂仔炮是国际著名的文化活动，成就要紧是要祈求平安。民众参加活动，除了爱甲装备穿好势，嘛爱心平气和，才别受伤，佮拍歹心情。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阳台南采访报道。除了这学校以外，来看这警察之间竟然嘛有霸凌。这是基隆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呢，去互人翕到讲，伫咧教因派出所的这警察洗车洗了，都爱用手指头啊去甲回了，佮放入去嘴里，安尼整的，安尼才算有清气。这是引起霸凌的风波。基隆市第一分局是表示讲，这所长呢指导方式是无甲妥当，会甲记性格，也甲调离职位。过来啊！对基层大声嚷，所长情绪激动，亲身示范洗车了后安怎急救清气。学校有没有教你洗车？没有。看镜头啊？没有。所长检量方式是用镜头啊来回录警车的钣金，再个放入去嘴来确认。我昨天晚上已经帮他们洗好了，我有教了，干净的。涉案的县市所长伫基隆市第一分局的中二派出所任职，因为年度装备检查，伊讲2月开始真侪改选择洗车，有一个部署登记唔洗，伊家己伫2天内用轻有外时间洗真侪台警车，佮匕首围堵伫指导环境。先行处分申诫，严令不得再犯。至于霸凌部分，分局迄今未收到该所同仁有提出反映及申诉。所长讲话口气、作为动作，互人质疑酒后失态，像骂人的指导嘛，引起这场霸凌的风波。基隆市第一分局是讲，所长伤过点电，态度无好，方法错误，已经有组专案小组做后续的调查。非常不以为然，一个警察同仁，尤其已经做到了所长，应该要有自己代表警察形象的一些作为，非常严正的看待这些事情，也会请后续警察局做妥善的处理。专案持续的议论，甚至愈看愈大条。即马阁也讲警局内部登记调查影片外流的来源，这么侪状况，也互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无法度认同。这种霸凌的状况其实蛮常见的，尤其是在主管对某些人有比较不好的看法的时候，但通常不会在这种公开的场合这么做。除了教导方式有问题，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伊嘛点出目前的总检制度伤过注重清气，若是检查无清气，所长等相关人员都有可能面临处分。认为装备的功能是不是正常，这才是重点。记者采访报道。另外来看高雄，最近呢是有人伫网络刊文讲你的车呢，互人讲啊，叫民众来赶紧来处理。结果人一个来才发现讲，其实规台车呢拢好势好势，怀疑讲就是有人呢调工用这 AI 来改图，叫车主出面。也毋过其实这款做法呢已经涉嫌伪造犯罪事实，恐惊是会真罪。相片内底白色轿车，逐底玻璃拢互敲破，车身顶悬嘛画甲乱糟糟。高雄公山顶个月底有民众伫面册打文，讲这台车互敲甲密密毛毛，叫车主进来看车。公山分局看到打文，主动派人来看，所发现规台车好势好势挡伫遐，原来是有人透过 AI 改图，想要请车主进来刷车。不只个警方讲，这款做法已经违法。有关网友散布不实影像，除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外，另因涉及伪造犯罪证据及虚构事实，已触犯刑法第171条为指定犯人诬告罪。拍开 AI 软体传一张相片，甲 AI 下指令，无论是甲车改做乌色的，还是规台车背景改去合环线 ，AI 拢家己处理好势。就是因为这么简单好用，无论是工课上，还是日常生活，真侪民众拢会用 AI 来斗相共。不只个律师也要提醒民众 ，AI 工具爱用伫正途，而且若要伫网络打文，也爱特别注意这几点。民众使用 AI 生成图像时，要注意切勿冒用公家机关名义，也切勿捏造他人犯罪事实。另外，也要注意有无个资法、社会秩序维护法违反之问题。不是只有我们使用上注意，我觉得以后在看事情或看案件要不能够马上相信，尤其是一些比较怎么这样子？只要你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就
就不要100%相信，很多事情都要先求证。民众表示，反正大部分的人是好技术无细致打着红线，警方强调 AI 解读真真假假好分辨。不过若亲像安尼伪造犯罪事实都是违法，已经通知大部分的人到案说明，同时按照刑法不够罪，函送地检署侦办。记者郭家柱、郭朝阳、高雄场报道。伫国内正轰动的这泰铢集团跨国洗钱案，今仔日是来终结啦。检方是照这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甲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来起诉主嫌单子，也佮有台湾泰铢公司负责人王玉彤等等62个人。根据了解，这泰铢集团呢，因伫台湾收设10外间的这个公司，透过买好价厝、跑车，甚至是利用一寡境外口罩来洗钱，不法所得是有107亿。愈行愈紧，用手查明泰铢集团伫台湾的成员今日法院，北检侦办这个案件140天，测试侦查终结，一个手起诉62人13间公司，其中在案9名被告拢放一审法院。检察官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营利赌博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具体求处重刑，并申请法院没收洗钱金额107亿余元。来看这个起诉名单，侪人拢去用求处重刑。天旭国际林组长高淑文去用求16档以上的徒刑，集团伫台湾的重要干部王玉彤去用求15档以上。还有高层李秀丽、天旭国际财务长陈丽珊、年年创新登记的负责人林永波、财务主管郑卡梅，拢去用求刑10档以上。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那台湾人去用起诉名单内底，也有去用柬埔寨政府遣送去中国的泰铢集团创办人单子，去用北检求处上悬的刑度，也有柬埔寨籍的李添、新加坡籍的陈秀玲、张光耀，也去用求处12档以上到20档以上的徒刑，啊，不过因人拢无伫台湾。有从事不法赌博跟洗钱吗？北检查出牵涉跨国诈欺的泰铢集团据点设伫咧柬埔寨，伫咧18个国家设250间海外公司，换453个金融的口罩，当做洗钱的工具。台湾嘛伫咧内底，透过家己创造的 OJBK 钱包等等地下汇兑的方式，将垃圾钱汇来到国内，买11间和平台湾的大厦厝，也有限量的跑车，甲钱洗好白。毋过部分的钱也透过 OBU 的小号，搁一摆洗去到境外。OBU 它具备高度资金自由度，还有免征利息税、营业税，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避税。然后呢，台湾呢，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汇款到国外，我会受外汇的管制，一天不能汇多少。但是呢 ，OBU 的账户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管制。这规模非法洗钱的钱声高达107亿9千多万，北检扣押55亿，包括名车、精品，前2天已经拍卖。啊，咱台湾嘛是伫咧美国了后，亚洲头一个对泰铢集团终结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回这中东的战争，美军的受3架战机互科围着友军的这个防空系统，一个无细哩全甲拍落来。加在6个飞官是全部拢平安。专家是来指出讲，咱国内呢应该就要建立多元的空中分辨机制，互系统会当即时来反应，来减少拍唔到人的几率。空中出现一撮火光，一台战机就火烧起来，机身一直平时落落来，画面看起来真危险。飞官随大声道声平安落地，互人解救。美军联合以色列空袭伊朗德黑兰，美军3台 F-15战机煞意外去友军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射落来，机组人员顺利逃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是友军误射。伊朗展开大规模复仇行动，射真侪飞弹和无差别攻击以色列杜拜、科威特这个国家。美国自科威特大使馆传出去崩掉，佮出现真大火焰，大使馆叫民众就地避难。对于美方3台 F-15去友军误射，嘛反映战场安全管理有真侪问题，包括电脑识别、IFF 系统失效、联军指挥甲管制协调漏碰，也有高压作战环境的影响。前爱国者飞弹营长周武平分析，误射原因可能是 IFF 电脑识别密码无同步。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经过科威特的时候，他并没有跟科威特说明他今天相关的这个所谓应答器的号码。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是使科威特
在实施敌我识别的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敌机类的目标。政府评估应该建立侪烟识别机制，统一电网识别 IFF 密码同步制度，设立安全走廊。特别注意的是，台海嘛是冲突的热区，若是两方发生战争，各国军机可能会伫台海天顶出现。安怎降低误射友军？前反向会官李英良讲，平时都要建立跨国通报机制。开战之前，或者是在重要的时刻，必须要做一个参数的分享，才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在训练联合作战之前，必须要有相同的作战准则，然后建立一个大家一致的作战共同图像。李英良讲，军方透过军中军机地面雷达收集强机数据资料，加相关的参数输入南方防空系统。战争的阶段，防空系统会优先处理敌军的威胁。记者采访报道。即马因应着这 AI 甲半导体用电的需求，台电是预估对今年到2030年这当中呢，用电是会增加超过500万千瓦。另外呢，针对着卡达这天然气停产，咱的电池敢会起价咧？经济部是来表示讲，若准呢这中东是继续战到4月，安尼咱北部就是用小土炭来发电。台湾为国外进口液化天然气有8成主要供应国内发电，不过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卡达，却因为中东战争宣布停产，引起外界烦恼天然气的价格，嘛是影响电价平均成本的重要因素。3月的电价审议会敢会调整电价呢？今年全球的经济增力大概维持跟去年3.3左右。我想政府不会急着在电价里面去着力。台电表示，为今年到2030年用电成长平均年增100万千瓦，主要产业包含半导体、封装测试甲 AI 周边等。不过台电今年新增加供电包含兴达新燃气23号机、台中新1、2号机，4台机组拢总520万千瓦陆续上线。台电必须定新系统性检讨电源开发。能不能请这些资料中心能够有自设发电的一些设备，包含储能的设备，对它本身相对也比较好一点。半导体产业 AI 算力它能够往桃园以南的方向去设厂，电源是比较充足。对中东战争唔影响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供应嘛经考验。经济部长景明欣指出，3月天然气供应无问题，若是战争拖到4月，也有一寡因应措施，全面开放火炭发电是最后的手段，或者有无同看法？我们可能不得已不去重启这些所谓的停转备用的燃煤机组，因为用电量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那你现在核2、核3了，就算按照进度来走，2年到3年内，假设这4部机组都可以上来，你的燃气这边还是来不及供应。学者讲，国内燃气机组进线无定着无问题，不过天然气接收站爱加紧进度，才会当确保未来供气充足。台电公司是讲，会持续看国际燃料的走势，依照机制提报电价审议会决定。记者采访报道。好，来看这几日啦，这中东的局势呢，也引起股市的大震动。日经指数55000点是走无调，也那韩国的股市呢嘛跌超过8%，甚至搁暂停交易。也那台股今仔日盘中呢是跌到32000多点。国安基金到底敢会入场来护盘？即马嘛引起外界的讨论。行政院长都用台式回应讲，而且国安基金的委员做回来讨论。中东政府也未停，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悬，台股延续盘势。这是早盘开价行价，开盘34228点，盘比较8点，盘中盘势扩大，那盘超过34000点，北盘到32950点，盘1373点，创史上4大8点。电子宽达股第一电。开盘1895块，盘中股价上价到1880块。那外资其实昨天呢卖超了947亿啊。新春开红盘之后呢，这个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的部位，到昨天为止也增加了大概差不多有13000多口，减码的这个迹象是非常的明显。南股群亚洲的股市起盘也正大，日经平均指数开盘行价盘808点，盘中北盘1900点到54301点，盘了55000。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伫前一个交易日当盘7%了，盘中又搁盘超过8%，高发生熔断危机，暂停交易20分钟。
前一波的低点来到31000多点嘛，那个是年前的一个洗盘的一个低点。这个位置没有破的话，我觉得市场上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恐慌，事情尽快进入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相对高。第个连续几多天下半，国安基金是毋是搁再入场？行政院长杜英泰崔三讲，若股市起盘到一定程度，会请国安基金的委员讨论。另外，金融业对中东这个所提出的风险也引起注意，金管会会公布详细的资料。占保险业总资产38兆2691亿，它的比重是4.62%。这是114年年底的一个数字哈。依照统计，到2025年年底，咱个银行、证券甲寿险业对中东这个的总风险2兆3509亿。前三大投资国家分别是阿联、沙国甲卡达，其中86%是投资部位，寿险业是风险的主体，占1兆7680亿。出来经济主管机关会密切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这台湾灯会呢是办伫个假期，昨下晡呢是有日本、纽西兰甲韩国的表演团体来演出斗斗日。原来咱国内呢是有马戏团、抓风车剧团等等的团体陪伴大家做伙庆祝元宵。音乐一出来，互观众拢听假，这是结合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和现代文化的电音三太子。桥头的服装配好看的笑容，这是对日本北海道来的表演团体。有纽西兰毛利文化表演团，互观众体会各国的风情。初三是元宵，今年2026年台湾灯会伫嘉义馆举办，下晡举行开幕日的采价活动，邀请20组对日本、韩国、纽西兰等国来的团体，伫馆府头前的广场做采价表演。很感动，很棒，就是还有来自国际的队伍这样子，对，然后带小朋友来，就是起鸡皮疙瘩，非常感动，对，而且今天老天也很赏脸，对，给我们一个好天气。伫初三早起，嘉义的雨是真大，嘛互今年主办灯会的嘉义县政府是真欢乐。好在在伫活动开始进前，天气对落雨转做乌阴天，真的就很诚心的跟妈祖讲，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那这么多工作人员辛苦这么久，希望真的可以天公作美，卖落雨，好玩的让顺利。2026年台湾灯会伫隔8年后，搁登来到嘉义县来举办。官府表示讲，是用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办活动。除了下晡的采价，注定展演嘛是真精彩。登记的对初3一直到15，观光数嘛预估今年参观的人次有可能超过200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云林马平山镇南宫呢，逐档的元宵拢会办这食饭档的活动，这是在地有900年历史的文化资产，互信众会当食一个平安。因为伫个苗栗的竹南也有这炸邯郸，另外伫个台中市的元宝宫呢是有这烧火狮的传统，这庙方也煮平安糜，甲信众来分享。嘛，韩国航空公边还佫开只韩国旗，吸真侪人来食看卖。我来过啊，来过啊年啊，有爱好食无？好食。今年一摆云林马明山镇汉宫的食饭档，初三元宵节开始，就算落稍雨，也吸袂少人来食。上团早期地方气候活动，当地庄仔头拢会准备真侪食面，互民众食平安。毋那食做有100年历史的文化资产，也是呈现社区凝聚力，要传承意义。今年呢非常特别啊，是咱东势乡甲咱埔中乡联合举办啦吼，所以呢，咱有真侪乡亲时代哈，拢总真热情啊嘛，传了真澎湃吼。伫苗栗竹南的炸邯郸也伫元宵节暗时开始，甲台东炸邯郸无共。苗栗竹南是由汤北溪桥帮跟邯郸爷斗阵，互炮火炸象征区隔避乡甲迎接来年好运势。我们的整个一个炮仗队呢，他们会不断的用鞭炮去往他们身上丢，那个范围会非常的扩大，会整个蔓延到我们整个中港老城的街区，会循环的做这样一个炮炸，所以那个规模跟一般的炮炸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台中市的元宝乡也正闹热，透早工作人员都无行准备平安糜，互民众来分享，这用的拢是民众所管的白米。是元宵节啊，是，还要来这边拜拜啊，是，刚好有平安餐，就吃个平安嘛。因为狮子里面有一些硫磺，然后这个硫磺之气在自古呢的传说就是一个去除瘴疠之气，在新的一年呢替大家呢这个驱疾避凶。
除了分享平安酒以外，伫暗时也有烧火狮，标榜强调这是元宵节相互代表性的信仰仪式之一，除了象征气度、奖励志气，也祈求新的一年能平安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内有1417座桥，伫安检了后，呢是发现拢总有88座拢爱赶紧来修理，大多数这个桥拢是伫海线，其中有11座呢是需要随拆掉，也是讲改建的。目前这中央已经核定3座的这个改建的经费，云林县府是表示讲会继续来争取经费，希望工程会当量早做好势。钓客伫第4海神桥顶面钓鱼，边仔的阿蒙头大面积落落来，佮有钢筋明显透出来，甚至是必须漏水，地势钢筋生生。真侪年以来已经封列做危险的桥，在地民众拢感觉需要征收。像现在涨潮，如果风浪大，应该这边应该都会打，而且你看那个都生锈，应该都是。看了，我把这看了怪怪，蛮不舒服，就是蛮奇怪归类啦。云林县府交通工务局表示，全国的桥2年爱检测一届，去年年底进行全县1417座桥的安检，有88座应该维修，其中有11座是严重损断去，爱马上拆掉，也是改建。不过目前敢若3座已经费到位。那我们也透过跟中央来申请经费，希望中央能急速赶快能补助给我们，来赶快把这几座那个经费较高的优先桥梁能够把它维修完成。交通工务局表示，目前其他8座严重损断的危险桥也未核定经费，其中5座由县府成立经费时间当中，3座搁咧斟酌的设计。不过沿海的桥当年受盐害影响，损断的情形真严重，后续会继续争取经费来改善，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民众呢是带囡仔去到彰化园林的八哥山乐园来坐这空气船，不过这船呢煞掉伫水道中，囡仔人呢这头壳也去弄着伤。业者是认为讲，可能是这母仔囝重量是有较轻，所以会来调整这水道的水量，也呼吁消费者主动联络。为什么会卡住？一台气垫手轮船伫水道卡条的，一个查某囡仔头去弄着。有家长伫礼拜连假带囡仔去彰化北高山探索乐园耍，这飘飘河设施离开100公尺了就卡条的，4岁查某囡仔迄惊着头小可红肿。他头就撞到那个最前面，那时候看那个服务人员好像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怎么样，看你们有没有想说。没有看到他们想要过来这样子。他那围栏，如果他真的很长这样卡住的话，真的有点危险啊，很容易飞出去，我感觉。彰化北高山探索乐园，互人讲是台湾版的侏罗纪公园，捌伫2024年8月停业，今年调整营业了，重新开业，新增加彩虹粗道、飘飘河顶设施。春节甲伫礼拜假期拢真侪人，发现意外迄当阵，是少只身躯一直后，船才开始过山顶动。因讲这个设施敢若是有问题，警方是讲飘飘河坐一遍200块，会当坐2个大人1个囡仔，可能是人伤轻才会卡掉的。我们营运到现在应该也有几万人次了，目前这种情况就是偶发的，但是我们会注意控制我们的水量这样。业者讲，一类设施拢有建筑师甲结构技师认证，安全无问题。水道两边的护栏是强化玻璃，也无落位危险。以后会调整水道的水量，因为游客并无留联络资料，希望游客主动甲因联络，协助因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土城呢，有一间危机的补习班，伫2024年的时阵，竟然传出这老师呢，竟然甲12个囡仔骗蛇，甚至佫有翕这性影像。监察院今仔日是针对这案，对新北市政府来提出纠正，嘛来呼吁行政院，要爱重视对离校性侵害这受害者的协助甲保护机制。新北市土城一间危机补习班，在2024年的时，去互人影出来讲，一个姓李的老师性威胁12个囡仔，佮有翕性影像。其实伊早就有将这威胁的前科，出狱了后，2019年要在列管期间说违法开补习班，继续对囡仔学白来。监察院经过调查，随时针对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包括警政等单位针对加害者无照期间监控甲治疗，嘛无落实有关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统筹监化流程，变做是监警主导，致使受害囡仔爱中学讲家己的创伤。不断的这个奔波以及重复的陈述，总共13个小时到凌晨才把笔录整个做完哦。而且本来要统筹的性侵害防治中心，当天也没有能够
及早的一个介入，去统筹协调。我们希望的是以被害人为中心，一个跨网络的一个合作机制，但这个部分是没有落实的啊。监察委员嘛指出，新北市府嘛欠缺性侵害辅导的统筹规划。地区清查受害状况甲辅导就前8个月，监委嘛强调，目前警政署、教育部和卫福部虽然拢有建立无责任人员的查询系统，但是资料上传查核等等拢有漏棚。若是用人单位也是学校无积极查询，都会互无责任的人继续通接触囡仔。监委嘛建议立法院和教育部就研究自动工作证制度来落实预防。我们希望能够参照澳洲的经验，能够从儿童安全风险管理的角色出发、立场出发，全面检视这些想要进入儿少照顾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的个人犯罪记录，还有就是他们曾经任职的机关相关的调查记录。监察委员表示，对危机补习班这个重大的威胁案，就通看出警政、司法也有辅导资源等等，均是制度上的缺失。嘛，呼吁行政院重视儿童性侵害受害者的协助及保护机制，环境检讨改进，提出相关指引。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今仔日3月初是同时嘛是世界大考日，这医界呢是来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这台湾人对这大考试病的这个认知呢，其实是有增加。也毋过因为大考去看医生的人煞干那2成外尔。各件事是来呼吁民众，若准有这大考的情形，就爱去找医生，毋通家己黑白食这减肥药啊。随时代变化，现代人食较好，也毋免惊去咬着。所以30年来，全球大考的人口是加倍的增加。国健署表示，即马全台湾平均每2位人就有1位算是大考的。医生讲，根据调查，台湾人对大考是慢性病的认知有增加，但是实际上去就医的人只有2成左右，造成大考的原因真多。呼吁民众爱去给医生看，莫家己乱减肥。其实这个连带会牵扯到，其实我们看到的，除了吃的部分之外，也跟国人的身体活动不足有关系哦。我们大概18岁以上的成人哦，大概就有54%，你的身体活动其实是不足的哦。不是每一个体重重的人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用，比如说瘦身针，这个是不对的哦。所以由医师帮你做好评估之后，然后再帮你拟定最好的一个策略。好，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医生也表示，民众想要透过控制食的量和运动来帮助减肥，安尼真好。不过，若是用唔对方法，减肥的效果有限。建议落实减肥黄金3角：饮食管理、规律运动和配合专业的医疗。它比较新的趋势是，以往我们的减重的部分的话，大概都还是以一些饮食跟运动为主。那药物的部分介入的比较少一些，但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 GLP-1 的药物，其实也可以经由医疗的咨询，然后我们去看说，就是这样子的患者他适不适合来去做一些药物的介入。国健署和医生提醒民众，若 BMI 超过24，尤为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的人，爱去互医生评估，若无会去影响到其他的慢性病，像血压、血糖伤悬等等。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今年的元宵节，阁有正新式的天文的景象，就是天狗食月，而且呢，规粒月亮是变做是红月。这屏东县府是伫咧5大所在共步来举办观测活动，带民众到阵来看月亮。暗时6点外，月光剩一捧仔，一直到7点04分，规月亮互地球炸掉咧，就变成一粒红月。昨元宵节嘛是天文天狗食月的时间。屏东县政府就伫屏东市和乡村5个地点举办联合直播，因为全台中北部的云高无理想，乡村半岛煞成做观月上清楚的所在，互现场的民众看甲足欢喜。原本大家就是觉得说，应该今天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了，但后来就是老师突然转过去一指，就说：“那里好像亮亮的，应该是月亮要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赶快拍望远镜。给县政府这边建议，我们采取多点分散联合观测的方式，是先由车城国小那边先记录到，然后我们透过直播系统
在其他4个分点也都可以看得到。这摆天狗食月，规个过程大约1点钟，地球甲光炸掉，太阳的光经过大气层后射到月球，成做红色的模样，就是天文观察所讲的红月。嘛有人号做黑月，因为黑月这个名，互人感觉无好，带歹运，有的人唔敢看。但是天文专家讲，这拢是自然现象，希望大家莫紧张。我属马啦。哦，你昨天有没有看？马年不能拍，我就很遵守禁忌。尽量不要去替气啦。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发生，这个都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红月啦、日月食啊，其实大家是可以不用有心理上有什么样子的挂碍。屏东县政府表示，因为恒春半岛受云的影响较少，才会当顺利完成红月直播。大约暗时8点3分，月球就开始进入生光的阶段，豆豆复原。9点18左右恢复正常的月光。互站的斗阵观赏的民众看到趣味的天文现象。记者柯永杰，屏东报道。台南的南西昨暗时来发生规模5.0的地震，上大震度是有4级。气象署判断这是属于嘉义大埔地震的这个地震尾。另外呢，这天气的部分，未来1礼拜也阁有3波的这个东北季风会受到影响。北台湾天气变化大，也那中南部也要注意温差。活动参加到一半，手机的国家级警报开始咧弹。台南南西区初3暗时7点52分发生规模5.0的地震，地震深度5.9公里。台南的展文、北河、南西善化上大震度拢来到4级。地震测报中心讲，这个地震是去年1月2日嘉义大埔6.4地震的地震尾，甲打规模4级到5级的地震尾有63摆，规模5到6的是有12摆。目前还是有比以前的背景值多，还是多一些，所以我们目前研判，大埔地震的余震还没有结束，但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减缓。天气的部分，拜三早起玉山气象站规片白苍苍，除了落雪，还有结冰甲大雾。拜四迎接24节气的更迭，代表春天头一声雷就要开始响咯。若寒天咧休困的万物的精神，毋过天气依然无稳定，估计未来1礼拜还有第3波的东北季风会对咧来，北部温度的变化会较明显，中南部要注意早起甲暗时温差会较大。今明2天的话，还是会有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所以在各地的云量上都是比较偏多，而且都是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这个情况出现。不过预计从明天开始，水气上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那预计到了礼拜5之后的话，就会回复成是以迎风面的一个降雨为主。拜三华南分河区刷去东平，各地区会出现阵雨。拜四水气就会豆豆减少，不过拜5到下礼拜1、拜2，也有东北季风的报道。气象署评估目前的强度拢无达到大陆冷气团，这阵天气变化较无稳定，提醒民众伫咧这个时阵都要穿好少，唔好去感冒咯。记者综合报道。这南部寒人因为雨水较少，所以南水分署等等单位呢是探知几日这个水气有增加，所以赶紧来进行人工的吹雨，效果有影是真好。也若目前这农水署高雄管理处也会轮水口，确保用水的稳定。探无阴天，工作人员伫水库边仔放盐剂。南部今年因为冬天落雨少，河川流量下降，就惊继续可看。南水分署探测3华南分河区向东线，伫台南、展文、高雄、阿公店2个水库，还有高滨溪、南河沿放盐剂，来增加雨量。中心启动跨流域的引水。甲仙堰于满足下游农业供灌水量的前提之下，我们于昨日16时开始少量引水至南华水库来蓄存。水位来到214公尺，展文水库伫顶个月23过年假期愈结束的时，欠水量阁有大约47%，不过测时已经降到40%以下。南水分署强调，目前供水正常，会继续斟酌应用。南面生用水，因为高雄压产的用水，1月就进入警戒。农水署初3也伫外白沿，也有6股工作站等等的所在实施人工监控。旗山溪的船流量由原来的1.35 cms 增加到4.58 cms， 还有在我们的老龙溪、狮子头郡取水口的水量由原来不足6 cms， 略增加到9 cms。放盐剂了后，南马社等等的山区都有明显增加雨量，带动旗山甲六龙溪川的流量。不过因为即马当地大水期，为了确保压产的水情稳定，农水署派车到各区来通知农民，表示会继续分区轮流压产，并且看状况来调整。后续也积极采取各项欠水的压产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这1月尾这低温的影响，杨梅的内叶呢条果实在无介好，影响的范围是有1公顷外。农业局是表示讲，即马已经启动联合栽损的勘查甲鉴定，损害率有是达到35%，所以报请农粮署来核定天灾的救助。像这样子，基本上这一个植株的那个花朵啊，它就是很明显就受到寒害的影响，花开了以后，整个都已经枯萎，都变黑了。这个果实基本上都会掉。接机的尾顶头，有的果子死了，有的连果子都拢无生，因为1月底10度以下低温的影响，互杨梅区高接来水浪花无啥成功，造成炎地性结子的灾损，影响范围1.31公顷。农民表示，北部气候差别真大，高接来足歹照顾的。开会时阵，除了惊冷，嘛会惊雨。这个是怎么看？9个嫁接的部分呢，里面其中就有4枝是没有果的，那有3枝只有2颗左果，这个左果率就差很多了。正常像这样子吗？6个到8个都不一定，正常开花是要这样子，但是它一般的话有5颗、4颗都没关系，要有这样子，我们才能疏果。面对这个问题，农业局表示已经启动联合栽损勘查鉴定，损害率若有35%，会报请农粮署核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勘灾鉴定，然后初步判定大概有35%的一个损害率。那一旦通过的话，每公顷可以补助62000元。农业局嘛提醒农民，只要若发现作物生的时阵有障碍，包括炎地性结子，拢会当甲公所通报。农业局嘛会随请农改场勘灾鉴定，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各地头的天气拢较凉。华南分河区煞向东，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降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